市长黄伟哲表示，污水下水道工程是一项欠看掌声建设，因为伊无参像道路建设、公园开关同款，容易被大家看到。但市府做污水下水道，毋是为了民众的掌声，而是为了予市民一个好的生活环境。因为污水下水道对着维护城市公共卫生至关重要，对城市发展再生水循环利用也扮演着重要角色。这无好的物件，咱袂讲一直要杀啦。要讲一个事实的，伫涂骹的下骹咱也看袂到啊。准若讲无对咱的城市好，咱杀这要创，当然是对咱的城市好。不过百姓表面上感觉袂出来。你若讲路铺平平好，路平，大家拢要爱。但是你这个下水道也无做，不但是公共卫生顶头有问题，敢若伫街仔路行起来，一个味道足歹。而且你伫厝诶，搁爱定期化粪池大了，搁有人搁来迄个公司来抽，迄其实金钱上诶耗费，搁生活上诶不便、健康上诶影响，这拢有。咱这做了好，咱诶再生水有够济，咱诶科技业伫台南就搁较容易徛起，提供互咱搁较济就业机会。我想这一连串的这个工作呢，拢爱对咱下水道的接管开始。动土，开工顺利。市府向国土管理署争取获不了污水下水道系统建设经费大约是20亿，该计划总共有10标，建设期程14档左右，预计布设管路长度大约是25公里，完成了后会当提升接管户数11000户。现阶段获不了污水下水道系统工程第一标，接管户数会当达到1364户，发包金额大约是1亿9000万。工程预估会伫115年3月完工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